八神功經俗世，黃極命鑑薛天機，商談手記路玄機。逢星期四晚9點至10點，娛樂台玄學術數奇人吳佩孚師傅與你商談手記。上談手記又翻嚟咯吓，好啦，咁師傅頭先你講到啦，就話即係主要都係睇嗰三大主線啊，咁樣咧，其實如果仔細啲，其實可以睇到啲乜嘢嘅咧？嗱，首先咧，我哋介紹下三大主線先啦。係嗱，第一生命線，係我相信大部分嘅聽眾咧都冇理由唔知生命線。即係近住手指公嗰個彎彎地嗰條線啊，只要你係中國人啊，係嗱，三大主線咧，生命線咧又名地線。地線係啦，又名地紋啊，地線啊，咁啊代表咗咧個人嘅先天嘅體質，係咁啊抵抗能力啊嘅強弱啊，我哋都喺個生命線度睇到。係嗱，譬如你嘅掌紋咧，生命線咧係深色嘅，冇咩破壞線嘅，冇乜斷續嘅，係咁佢個先天體質咧就會比較好啦。但係你所講嘅破壞線係有啲線喺搭咗上去，或者交叉嗰啲係咪咧？交叉啦、橫紋啦、切斷咗啦，或者自己本身個線係斷斷續續啦，係呢啲都係破壞嘅。係咁咧，如果係冇嘅話啦，係深色嘅清嘅，咁咧佢個抵抗能力啦，或者係佢個體質咧都係會比較好啊，遺傳比較好。係。個性上邊咧，佢嘅意志力咧都係唔錯嘅。係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對於環境嘅適應能力都會好。係咁即係話去到邊度咧，就唔會話容易水土不服啊，又或者係話喺山寶床啊瞓唔着啊，有啲咁嘅情況噶嘛。好，原來呢個都有影響嘅，山寶就瞓到。係啦，你話如果你生命線強嘅，冇咩破壞線啊咁樣咧。你去到啲山寶床，去到邊度咧？去到邊度都瞓得着，瞓得好好，就唔會有話少少燈、少少聲又會嘈。係。相反，如果你嘅生命線係差嘅話咧，長期失眠有機會。係會咁嘅情況。係。嗱，原來家庭背景好唔好啊，或者係人際關係個手腕叻唔叻咧，同生命線都有關。睇到都睇到嘅，原來有關係。係。嗱，如果你嘅生命線係好嘅，係清嘅話咧，你嘅家庭環境啊，或者係居住環境咧，都係比較固定啲，安定啲。係。因為生命線咧，我哋咧就係一個手指公包圍咗個手指公後邊啊，譬如嚟講個雞髀位咁。係。我哋咧呢個雞髀位咧，如果係大嘅話，或者係有啲格仔紋嘅話咧，係好嘅咧。呢個同田宅都有關。睇到即係佢住屋啊，或者冇錯啦，同田宅都有關。所以生命線如果你話係清晰嘅，高弧度嘅幅度係大嘅話咧，你嘅居住環境啊、物業運咧都係好過人。即係咪即係容易買樓收租咧？冇錯，或者係住一啲比較好嘅樓，係比較舒服啲、舒適啲。咁同埋嚟講咧，你嘅生命線如果你話個幅度弧度係大嘅話咧，旅遊運都好。咁樣旅遊運都好。係。又或者就話遇到災難咧，會容易化解啊，或者意外，譬如嚟講撞車、total loss，個人都冇受傷咧，都可以睇到呢個情況。都睇到嘅，冇錯啦。但係我要解釋一樣嘢，就生命線長短咧，同你嘅壽命長短咧冇直接關係。原來冇關係噶。冇關係。我哋咧我哋即係同啲朋友玩咧就話，哇，你好短命啊，你生命線好短咁樣。原來係冇嘅，冇完全冇關係。咁啊，各位聽眾留意啊，呢個稍後咧，譬如講有啲集數咧，就會將主線咧會詳細去講嘅。到時我會詳細講下生命線。係，好。咁好啦，跟住落嚟咧，我想講咧就係話理智線。理智線有邊度咧？頭腦線。就係我哋。同生命線咧，通常係黐住嘅，開頭黐住嘅，即係中間三條主線中間嗰條啦，冇錯啦，就叫頭腦線。係，咁我哋咧亦叫做咧人紋嘅，人紋係啦。嗱，生命線我哋叫地紋啊嘛，佢就叫人紋。係。連埋感情線咧，我哋叫天紋嘅。啱啱就天地人啦，冇錯啦，三才線。係中國嘅長相咧就叫三才紋。係天地人。好啦，咁理智線咧。
代表咩呢？代表當然啦，聰明才智，係行為舉止，創造力啊，發明能力，係或者係判斷啊，處理嘅能力，係連帶佢有冇邏輯思想都會有關係。咁所以嗱，如果你嘅頭腦線呢，你係生得清晰嘅，深嘅，長嘅，冇斷嘅，破壞線少啦，當然係啊。如果係靚嘅話呢，你嘅邏輯思維啊，你嘅用腦嘅程度啊，創作能力啊，或者係 EQ 高唔高，啊，控制情緒智商高唔高，都同頭腦線有關嘅。咦，咁即係話，如果其實了解咗自己，即係呢條文嘅對自己嘅事業啊或者各方面咧都有幫助嘅。冇錯嗱，同埋咧，你呢個人咧個自我約束能力都同頭腦線有關，或者遇到挫折困難嘅時候啊，採取嘅態度係點樣，我哋都係睇到頭腦線。嗱，好得意啦，譬如嚟講，有啲女性朋友就話：唉，我個男朋友一啲都唔浪漫啊，唉，個人咧好悶啊，宅男咁。咁我就會話佢個頭腦線係咪好短啊？原來頭腦線短嘅人就唔浪漫。哦，就即係實際啲嘅，好實際。係去食飯唔會話有冇咩氣氛啊，裝修靚唔靚啊，主題餐廳唔會嘅。咁即係話，喂，如果即係睇下自己個男朋友女朋友，喂，睇下佢浪唔浪漫先，咁一睇呢個就已經知道噶咯。如果個頭腦線係長嘅，或者係比較係下垂少少咧，呢啲就一定係浪漫好多。即係佢起碼會係為咗餐飯咧，可能揸下車去到老遠去食餐飯，營造個氣氛出嚟啊！牛柳咧明明貴一貴啊，但係都切咗多餘部分，淨係整個心形嗰啲最好食嗰啲切晒，有啲咁樣嘅無謂嘢。喂，咁即係話咧，識啲男女朋友咧，喂，攞隻獎嚟睇下先啦。絕對啊，有陣時好得意啊，有陣時好多嘢一條線原來可以有好多嘢睇到。當然，如果你嘅頭腦線係差嘅。或者斷續，或者係短啦，或者係顯淺無零顯淺嘅話咧，咁嘅情況之下遇到挫折啊，遇到一啲突發情況之下咧，佢會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啊嘛，同埋佢會有一種好急躁嘅情況，好草率嘅情況，咁佢個自我約束能力咪低啦，同埋嚟講佢就唔經過大腦咯，作出呢個即時反應好衝動即時反應可能打人又或者係攬住佢逃歸盡，解決唔到啊！喂，師傅，我真係突然間咧，我諗到一樣好好嘅嗱，因為咧有時咧即係話我哋搵即係伴侶啊，或者識啲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咁真係咧嗱，你有時即係話喂，同佢夾唔夾，或者想睇多啲嘢，又要攞佢嘅生日啊咁嗰啲去用即係其他嘅方法去睇下呢個人係啲乜嘢噶嘛？但係其實呢個好直接就係話我攞隻手嚟俾我睇睇啊咁樣，咁佢又唔會有啲咩即係俾啲生日我啊，咁我已經睇到好多嘢，咁其實對我嘅人際關係都會好好多噶咯。當然啦，所以就每一種術數咧都有佢個優點，有一個缺點。每個術數都有，有啲人話算命可以好準確啊，或者係鐵板神數可以好準確啊。當然我哋可以算命算到對方個六親、父母、兄弟姊妹、伴侶、仔女、生肖係乜嘢，我哋都可以算到，即場算到。但係我哋需要嘅咧就係一個準確嘅時辰啊嘛。如果有啲人咧直情話時辰又唔知，有啲唔記得，有啲生日都唔知啊。出生日都未必清楚，年份都未必清楚，咁你咪冇辦法咯。英雄無用武之地，咁你算命幾叻都冇用啊！咩資料俾唔到你？睇手相啦，但係你手相面相咧就有個即時嘅好處啦，你唔需要俾資料我望你就知。但係有陣時相咧，正所謂咧有內相外相之分。有陣時有啲人嘅內相嘅氣質咧，唔係話一下子你睇到嘅。內相嘅意思即係話佢係收埋咗喺入邊啦，收埋入邊，或者有陣時一啲氣質咧，唔係話即時你可以睇到出嚟。嗱，講個例子啊，譬如嚟講一早翻到公司烏眉瞌睡啊，梗係都未有狀態，係咪先？問問我，但係突然之間咧，你老細話要你入房見佢，哇！即刻打醒12分精神啦，即刻醒一醒啦，即刻醒晒，眼都瞪大啲，入到去整整齊齊立正企好，
咁呢種氣質唔係你平時氣質嚟噶嘛，即係見老細都有呢種氣質。冇錯啦，你係夾硬擠出嚟啊嘛。當你一解除咗呢種壓力，冇咗老細喺你面前，你個人就即刻頹晒啊，矮咗幾尺啊，個人啊縮埋一住咁樣啊，兩眼無神。即係突然間出現嗰樣嘢就係叫做內向啦。唔係，係你平時係嗰種氣質，係你 keep 住嘅，大多數時候嘅，呢種先至係。嗱，我哋睇氣質咧，一定要去自然流露嘅氣質，係氣息一樣，要去自然流露嘅。你話突然之間咧，夾硬擠出嚟扮出嚟嗰啲咧，就唔係佢主要佢人生嘅氣質，係佢假裝出嚟嘅啫，即係等於一個藝人，我要扮大將軍嘅一樣可以好英明神武噶，當你要做小人物，咁你個形象咪變咗小人物咯，呢個係造作出嚟，啱，所以我哋嘅氣質氣息咧，真係要慢慢去分辨嘅，呢一種就係上嘅灰色地帶。係 OK，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陣間再繼續翻嚟同師傅傾偈啊！極度不再極度，極度恐怖熱線永成歷史。全新時段，全新編排，雲集全港頂尖星級玄學家，盡數齊集 You on Live， 聯手締造一片迷離詭異亂術世界，勢必風起雲湧，一切盡在娛樂台。愛情就好似一場遊戲，一場夢。其實喺之後見完佢都幾中意佢嘅，咁之後喺電話度表白啦，跟住佢就冇乜反應啦，咁跟住佢就開始疏離我。雖然很想和你在一起，無奈愛你變成恨你，只係一眨眼已經徘徊愛與痛的邊緣。經歷相愛、痛愛、錯愛之後，究竟真命天子何在？到最後又會係誰來愛我？風雨同路呢？一個就細心啲啊，另外一個就好似識得耐啲，覺得好似對佢唔住咁樣。如果咁樣散咗就，即係如果你唔試嘅話，就會覺得好嘥咁樣咯。瞓後嘥試多幾樣嘢咁樣嘅諗法。要同呢個殘酷遊戲話別，唔通一定要只談風月不談戀愛？從此不要驚動愛情，永遠自愛先會有一種快樂。嗰陣時話咗分手之後呢，佢都有揾過我一次嘅。其實我哋分手都幾絕下噶，但係唔係咯，係我個心已經走咗啦，sorry。逢星期五晚8點至9點，戀愛行勝，一齊解開愛情密碼，舒緩一下戀愛疲勞。Pampers 10小時乾爽保證，3萬位媽咪親手驗證，你個 BB 仔熟睡嘅時候係咪肚皮望個不停？咁樣會令到紙尿片產生空調。好彩有新邦保適，重彈力腰圍，2倍彈力，隨時貼及你嘅腰圍，減少空調，幫助防止漏尿，給你長達10小時嘅乾爽保證。新邦保適超薄乾爽，10小時乾爽防漏，3萬位媽咪親手認證， BB 開心，媽咪放心。Yeah！皇冠婚禮，匠心獨運嘅婚照藝術。由台灣註冊香港嘅皇冠婚禮，擁有一系列升級時尚嘅婚紗晚裝，加上港澳台3地嘅 Pre-Wedding 拍攝服務，為顧客提供更多各類型嘅選擇，讓新人濃厚嘅愛情蔓延至世界不同角落。聯絡電話27227588，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44號地下。以上資訊係由結婚不求人嘅 KB 話你知。Decoration Plus 收錄美麗回憶，結婚係幸福嘅象徵，而婚紗相就係見證。你倆踏進幸福嘅前奏。攝影師 Patrick Ho、Howard Chan、Alex Chan 本住幸福宣言嘅意念，為新人製作甜蜜婚紗相，將此時此刻最真摯嘅感情作最深刻美麗嘅記錄。電話23974800，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745至747號，金都商場136號鋪。Full Diary Production House，甜蜜記錄
每對新人之間都被一種擺脫咗時間同埋空間嘅神秘東西包圍住，而且感覺到只能夠容許佢哋兩個人，呢一種就係愛。而家就讓每次拍攝都有如將時間靜止一樣嘅 full diary， 為你兩個刻上冇時限嘅動人回憶。預約電話65988018。以上嘅資訊係由一個人的星空嘅梁毅榮話你聽。以下電影片段